是2个人，那都干净个嘛？你说是？啊，我那个整点事去了我，先不点事了我就。哦，应该整得起来了。都碰见了，决定叫2个人过来看，能不能一起帮他弄起来。第二班这个电起来了。这叫我这边木棍子才行。这是木，我这边木，我这边木也好。要不人是多。把那些油我收的，是按照很地方。好。哎，你妈那个前面咱那个烧的水烫了哈，然后我一闻，比如可能这个木也有点老，也甩一个。俺也花油当中换3个，不对。现在把黑米把它是发下，给它听到了。我那是黑米。叫他慢慢就换3个。再吹木了就好了。再抢后头发就这个事。这个太可怜了。对，我有点转不够。那还空心的人用的是个渣男。这个了，那么后面来一下。等下，小子。这要了。哎，你干了，我给干。哎，有这个来黑的浪车，我推过去。啊，一路，来，来，好的，先把这放后头，后头再可以看你。哎呀，用过慢点。回来我觉得不要，把个新的那儿就好了。啊，来吧，来吧，喂，快点，别让我，别让我下点，还有点，还那边，啊，还那边，往前走，好，往前走，开点高什么？我看看那个。啊，这东西我快嘛！来，那个，马尾钱给，不，